大家好，今日係7月4號。今日標題係恒指反彈到阻力區之後咧，就收射擊之星。另外副標題咧就係水星嘅行週期一到咧，創歷史新高嘅股票咧就即刻見頂。咁有邊啲咧？一聽下講下知噶啦。上個禮拜6月27號咧，就用恒指插水，道指上證咧都轉差為標題，指出道指咧喺日線圖上咧呈一個射擊之星之餘咧，亦都咧受制於咧呢個上升楔形嘅頂線阻力，RSI 咧都有頂背馳，而上證指數咧亦都咧以一支大陰燭咧係跌穿咗50天平均線同埋保利加通道中軸線，呢個係截至到6月20號收市嘅。而恒指咧，亦都持續大幅下挫啦。首個阻力咧就係22,962至到22,978之間一個細嘅裂口，破得到咧先至可以上市咧23,444至到23,565呢一個頂底部嘅阻力區。咁一個禮拜之後點咧？射擊之星嘅翌日咧係調整咗一下，跟住守住10天平均線咧又回穩翻，跟住亦都繼續做好破埋咧射擊之星嘅頂部。不過整體仍然處於一個上升楔形之內，除非以大陽燭升穿咗楔形嘅頂線，短期內大概喺53,100至53,200之間啦。除非係確切升穿啦，否則嘅話呢個營造頂部嘅形態仍然有機會成立嘅。至於上證指數方面咧，禮拜初低見3992之後咧，即刻係回升，不過咧反彈咗2日之後咧，又跌翻落嚟。禮拜五咧，亦都係維持低收，受制於咧呢扎嘅平均線，而且咧今個禮拜五嘅收市價咧同上個禮拜五嘅收市價咧差唔多，整體形勢都冇變，而且咧 MACD 咧正式發出咗沽售嘅信號，咁所以個走勢咧都係維持住弱勢嘅。至於恒指方面咧，呢個截至到7月3號收市時候嘅走勢啦，今個禮拜得4個交易日啦。禮拜一翻嚟咧，恒指咧即刻彈到最高23,183，完全咧補晒呢一個下跌嘅裂口，咁咧顯示咧跌勢減弱，有機會係逐步反彈嘅。咁翌日雖然曾經跌過落去最低22,685，但係啱啱好咧就受到呢一陣升幅22,518至到23,183呢一個升幅嘅0.764倍嘅回吐位22,675所支持。就喺22,685嗰度咧就結束調整，跟住再上。呢一日曾經先升後回，收一個十字星，好似反彈完咁。不過咧第二日咧再破頂上。不過呢一日咧升到啱啱好啦，之前提到個阻力區23,444至到23,565之間咧，最高升過去23,517，就收翻落去23,350。咁咧日線圖咧出現咗一粒我哋叫射擊之星咁所以我哋標題就係射擊之星受制於呢一個阻力區啦。咁除咗呢一個頂底部阻力之外咧，呢個射擊之星咧仲受制於另一個阻力嘅係咩咧？就係黃金比率啦。我哋用6月15號高位25,047至到去6月26號低位22,518呢一段跌幅咧嚟計算。反彈翻0.236咧，就係23,115。你見到咧，第一、二、三日咧，雖然都試過呢個阻力位，但係收市價仍然都係保持喺樓下。翌日咧，即係去到禮拜五嗰日咧，先至真正咧係收市穿咗呢一個0.236個阻力位。不過禮拜五就係啱啱好試翻0.382嘅阻力位23,484之後咧，又收翻低啦，頭先講過收射擊之星啦，咁所以咧亦都喺呢度咧遇到阻力嘅。後市睇會唔會跌穿翻23,100呢啲支持咧係低收啦，因為如果通常咧遇到高一級嘅阻力之後回翻落嚟咧，又跌穿翻前一級嘅阻力，而家係支持咧，跌穿翻去收嘅話，好多時咧就係表示咧反彈咧喺呢度結束噶啦。咁所以睇下23,100呢個支持會失守啦。如果收市跌穿翻咧，咁似乎呢一陣反彈咧就喺呢度結束啦。如果下個禮拜初收市收穿翻23,500啦，
咁呢個升幅有機會進一步擴大啦。高一級嘅阻力呢，就係23,700嗰啲水平噶啦。而家20天嘅平均線大概22,900左右啦，但係呢，未來幾日呢就逐步回落，咁應該你翻去咧呢個0.5嘅阻力位23,783附近。咁所以如果收穿上邊23,500嘅話呢，就有機會挑戰呢23,700呢啲嘅水位啦。另外我哋從周線圖嚟睇下，上個禮拜一支大陰燭低收啦，不過收市嘅啱啱守住咗呢，喺25年4月嘅低位19260，至到去今年1月高位28056，成浸升幅嘅0.68嘅回吐位22620，跟住今個禮拜咧就回穩啦，冇再進一步跌穿226呢個支持啦。不過反彈咧暫時係受制於100星期平均線23494吓，收市今個禮拜收23350啊嘛，咁所以咧係後抽係冇穿到呢一個阻力嘅。咁所以睇下23,500同埋23,658，即係呢個0.5個回吐位。如果短期內一支陽燭翻上去咧，收市咧呢個周線圖啊，翻上去收市咧，咁咧呢個就係一個深橫六夾嘅形態，咁就係一個見底嘅信號。相反，如果下個禮拜好快就跌穿咗，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後抽啦，破位後抽，跟住再跌落去啦。失守22,600收市，或者跌穿翻22,500呢個底啦。其後第一級嘅支持咧，將會係21,300啊、21,200嘅水平，包括咗咩呢？頭先所講成浸升幅嘅0.764嘅回吐位21,335，同埋250天平均線212齊頭附近啦。咁所以22,500、22,600呢啲一旦失守啦，下邊就係21,200至到21,300嘅水平啦。上邊較大嘅阻力就係23,500至到23,700啦嚇，你當23,700啦，破得到上收咧就有機會咧扭轉近期嘅跌勢啦。今日副標題就係水星逆行一到創歷史新高嘅股票咧即刻見頂。喺未睇有咩股票之前，我哋先睇下今次嘅水星逆行周期嘅時間係邊啲。開始日期咧就係6月30號，即是啱啱過去嗰個禮拜二啦。另外周期嘅中間點咧就會係7月13號嘅，而整個周期完結嘅日子咧就係7月24。咁所以而家仍然係處於水星逆行周期嘅初段嘅。咁對上一次周期發生咩事啊？你睇下就係呢度啦，2月26號至到去3月21號呢段期間，咁你見到恒指咧，基本上係由頭跌到落尾。咁今次會唔會又係咁嘅走勢咧？未知。總之水星嘅期間咧，通常都係會較為波動同反覆噶啦。頭先講過啦，水星逆行幾時開始啊？6月30號。咁喺6月30號嗰日或者前一日咧，就呢三隻股票咧，就係創下歷史新高之後咧，就隨即形成一啲嘅陰陽燭嘅見頂形態，跟住就大幅下跌。我哋先講最左邊呢一隻嘅兆易創新啦，3986啊，咁之前一路上市之後咧，一路上升，一路上升嚇，升到去6月29號咧，創下咗歷史新高1248蚊。呢日仍然係以大陽燭高收㗎嚇，但第二日咧係裂口低開，最後咧收翻粒十字星，咁咧呢個成為咗一個身懷六甲嘅初步轉向形態。呢個形態通常要等一支較長嘅陰燭咧嚟確認咧呢個見頂嘅信號嘅，而呢支確認嘅陰燭咧就係喺翌日咧出現啦，裂口下跌之餘咧，最後以一支陰燭咧跌穿咧10天平均線低收，確認咧呢一個身懷六甲正式成立啦。咁去到禮拜五咧，市況係繼續進一步下跌嘅，收市收報916蚊，比對起幾日前嚇1、2、3日前嘅頂咧，足足跌咗啦超過26%嘅嚇，6%，好誇張啊！好啦，我睇中間呢一隻華虹宏力嚇1347嚇，近期都應該唔少人熱炒嘅呢一隻股。準時喺水星逆行嗰日6月30號嘅219.6係見頂。呢日咧同樣咧都係收陽燭嘅嚇，唔係好似見頂咁。但係第二日咧
就裂口大幅低開，跟住收一支大陰燭，咁出現咗我哋叫利淡朝天腿嘅形態。其實喺前一個交易日咧，即係呢一日嘅前一個交易日咧，其實咧喺日線圖上咧已經出現咗一啲預示見頂嘅信號嘅。呢個形態我哋叫做最後破腳穿頭，最後破腳穿頭呢個形態咧係預告咧個升勢咧有機會係接近見頂。咁結果咧喺第二日咧就出現咗個見頂嘅信號啦。咁由見頂回落到去禮拜五收市，收市收177.3啦，比對起6月3號嘅頂咧，亦都係跌咗咧接近2成嘅。最後睇埋圖三呢一隻康寧啦嚇，呢隻係美股嚟嘅 GLW。咁呢個股價咧，亦都係喺準時6月30號嗰日咧，係創下咗歷史新高271.78。但係同一日咧，收翻射擊之星。射擊之星本身已經係一個陰陽燭嘅見頂形態啦，但係其後翌日咧裂口低開之餘，亦都係以大陰燭低收。一支大陽燭、射擊之星再加大陰燭咧，就係一個黃昏之星嘅組合啦。去到禮拜四收市，嗱，美股禮拜五冇市啦，禮拜四收市咧就收196.79，比對6月30號個頂啦，即係短短嘅兩個交易日咧，已經下挫咧超過2成7㗎啦嚇，都係非常之誇張。呢個咧亦都係水星人期間咧經常會出現嘅一啲嘅大跌市嘅情況。咁想了解更多有關水星人周期嘅嘢咧，咁啊可以咧成為恒指路線圖嘅訂戶咧，你就可以得翻呢一份專題嘅報告《水星逆行求生手冊》，同埋水星進出逆行區域呢一份嘅專題報告。我呢份恒指路線圖咧係會提供埋咧今個月嘅升力同埋下個月嘅升力，同埋由升力衍生出嘅恒指路線圖，有中期路線同埋短期路線。咁呢個咧就係訂閱嘅價錢咧、期數啦，同埋平均價。咁方法就喺下邊，大家可以停一停，睇一睇。好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分析其他嘅市況啦。拜拜。